我为什么来到这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鲤鱼，是你！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？找到你，还要杀了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冤魂空间里？麻雀。变成了凤凰。难道你是想告诉我，麻雀可以变凤凰，它一定可以越过龙门，化身为龙？哎，喂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又消失了。还是要谢谢你的鼓励，小鲤鱼，今日我们就越了这龙门，如何？之前我帮你越龙门，都被你撵了出去。这次我不会再帮你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越过这龙门。化身为龙！四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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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使用斗气了，你进入了异宠境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杀手呢？